哎呦喂，你讲的也不怎么样嘛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臣斗胆，敢问大王哪里不妥？有什么不妥啊？你瞅你闭嘴，没听过吗？臣遵旨。启奏大王，臣听闻北地边境有外敌入侵。 请大王定夺。甚好，甚好。那个，敢问小哥姓甚名谁？年几何？可有家室啊？臣今年30有2，夫人还是大王指配的，不知大王有何吩咐？结婚了，还是我赐婚的，好可惜哦。大王不会是后悔把婉儿赐给我了吧？ 不会横刀夺爱吧？我要不要辞官还乡避避风头啊？天哪，大王的眼光不是很高吗？他怎么会看上婉儿啊？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哼！草草散朝，大王并未理会那些奏报，只是赞赏了几位大臣几句，而且案几上的奏折已经2日未动了。 简直胡闹！大王今日愈加放肆了。来人，摆驾隆德殿。诺。参见太后。大王呢？大王正在里边歇息。 大王，大王，太后驾到！我这就去拿衣服。那大王，哦，太后娘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满儿，你别怪母后啰嗦，这朝堂之事讲究的是一个制衡。你今天如此明显的表现出你的好恶。 实在是不妥。那个大臣他又老又丑，寡人看着他心烦。姬满，这是朝堂，不是你的后宫。那些大臣只要能为你、能为江山社稷担忧就好，又不是选妃，何必在意容貌？母后真是太纵容你了。看来不给你点教训，你是真不知道自己的不妥。 不是，来人，把大王关进先祖殿，没有哀家的命令，谁都不可探视。诺。太后，我冤枉。来，快点，快，那好了，开始吧。开始什么？ 考偶啊！达喜，你别装了，嬷嬷今天不在，你不是说会给我们做饭吃吗？喏，考偶啊，来，考偶啊！好。这个斯达西搞什么东东嘛，搞得我现在措手不及的。 我明明见他们就是这样把火点着的呀，怎么我不行？是不是力气不够大？哎呀，达喜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你今天怎么回事啊？行，稍等一下，马上就好。拿，拿。 达喜，你怎么搞的？行不行啊？
不好意思啊，今天状态不好，我改天再给你们烤一次。大王息怒，这太后有令，大王在批阅完这些奏折之前，您不准用膳，不准休息啊！奴才呢就在殿外候着呢，您有什么事儿啊，随时吩咐奴才，奴才这就退下了。哎，不是，哎。达喜，你今天已经摔了多少个碗了？你到底跟这些碗有什么深仇大恨？嬷嬷默契，我会注意的。达喜，看不懂啊！不会吧？我这辈子是不是就要交代在这先祖殿里面了？问题是，他们也不是我真正的先祖啊！到时候到了地下，谁也不认识谁，那多尴尬呀！哎呀，怎么办嘛？哎，有了！申甲，大王，您有什么吩咐啊？寡人一个人在这里好害怕呀，你帮寡人叫个宫女过来。红袖添香嘛，那个我也能早点批完，早点回去。宫女，这大王啊，那您要宫女，您想召哪位宫女来服侍您呢？达喜姑娘。哎，你们最近发现了吗？达喜好像不一样了，怎么做事毛毛躁躁的？有啊，我发现了，他最近经常打碎东西，还被嬷嬷骂。还有啊，有一天早晨，他拿着一个肚兜问我是什么，有什么用，可笑死我了。他怎么这么反常？是不是中什么邪了？都给我住口！你们有什么资格对我品头论足？谁扫的地？这么多水？他。娘娘恕罪，奴婢不是故意的。哼，不是故意的。好啊，来人，把这个奴才给我拖出去斩了。诺。不好意思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你大胆！你什么你？还不赶紧跪下给娘娘磕头谢罪？什么？你让我给你跪下？大胆奴才，竟敢顶撞本宫！来人，把这个奴才给我拖下去，杖责50。不，100。不，200。是要杖责谁200呀？见过娘娘，娘娘息怒。申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传大王的指令，宣达喜姑娘到太祖殿前侍奉。多谢大王，多谢申大人。还愣着干嘛？大王还等着呢。奴才告退。本宫警告你，要是让本宫知道你刻意接近大王的话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奴婢遵命。
哎呀，你终于来了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他们让我批奏折呀，可是我不会呀！救救我！快点！奴婢见过大王，不知大王今日召奴婢过来有何吩咐？寡人在这太无聊了，想找你聊聊天儿。啊，我们俩聊聊天儿，你先出去，有事儿我会叫你的。啊，诺。这个死奴才，那是什么表情？我一定找机会打你屁股！出去！好了，现在没有别人了，说吧，把寡人叫过来干嘛？叫过来干嘛？你说呢？批奏折呀，这么多奏折，你在外面逍遥快活，我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批这些我看不懂的奏折，你有没有一个君主应该有的道德心和责任感啊？那你吃香喝辣，享受别人拥戴和享受别人侍奉的时候，怎么那么好意思啊？我不管，反正我现在是宫女妲己，正是什么的，我不懂。好啊，那我可就随便在上面写什么了。好的，非常好，就这样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什么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？拿来，不给，拿来，不给，拿来，不给。你干什么？你不要咬我！起来！你要干什么？你摸哪儿呢？你别推我！哎，我自己起来。可你死了！赶紧下去啊！哎，好了，快起来吧。都听好了，今天你们什么也没有看见，什么也没有听见。大王一直在很诚恳的反省，一直在很认真的批阅奏折。要是太后问起来，都知道该怎么说了吧？知道。没想到啊，力气还挺大。你平时都吃些什么啊？牲口吃什么，我吃什么。这么重口味。哼。好了，我累了，玩不动了。你这奏折真该批了，你批不批啊？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？求你，不批是吧？好啊，那我真就在这上面乱写，到时候大家骂的是谁？姬满，不是我，无所谓呀。不批就不批。你敢？你要是敢败坏我贤王的名声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怕你呀？怕你是孙子？这是你说的。我说的。你说我要是脱光了，绕着王宫转一圈，或者站在最高的台上唱个歌、跳个舞什么的，怎么样？爷爷，你厉害。你要真敢那么做，我就去找男人，各种男人，侍卫、太监、大臣，我一个都不放过，看谁活得出去。你。我们一定要这样互相伤害，两败俱伤吗？是你好不好？自己推脱责任，不愿意批奏折，你怪我啊？好，服了你了，我批还不行吗？不过我有3个条件。你说呀，30个我都答应你。好，今日朝堂之事我也略有耳闻，我知道，让你做出一副勤政爱民的样子也不太现实，所以一些小事我可以不计较，但是事关江山社稷的大事，你绝对不能马虎。我知道，我也想做个有用的人啊，可是我又不会，你教我呀。那你就好好听着。首先，你要封我为你的首席天神宫女，这样我既可以帮助你，又可以监督你。第2，绝对不能做任何败坏我名誉的事。第3，绝对不能用我的身体去做我不喜欢的事。怎么样，答不答应？行，
我答应你，但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你说。我还没想好，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快些。这衣服好像不是我的，是安安的。你的衣服被我弄脏了，所以我换了。这衣服不是你自己换的，对不对？当然是我自己换的。我现在是宫女，又没有人侍奉，当然要亲力亲为了。色狼女！喂，你哪来的自信啊？就你那干瘪的身材，寡人都不放在眼里。我掐死你！我掐死你！放开我！你这真是……满儿，朝廷政务方面的事，你最近做得不错，很好，这样哀家就欣慰了。母后，之前是儿臣不懂事，从今往后，儿臣答应你，一定会做一个万民爱戴的好大王。婉儿，你能这么想，哀家真是太高兴了。切，先祖殿那鬼地方，我可不想再去了。反正我拍拍马屁又没什么坏处。母后，您饿不饿？要不要用膳啊？婉儿，你饿了？好啊，那就传膳。传膳。母后，你每天就吃这些呀，腻不腻啊？要不要儿臣给您做一下？你会烧饭？母后，你快尝尝。婉儿，这些菜都是你自己做的？嗯，是吗？那哀家得好好尝尝。好吃吗？真是没想到，婉儿你的手艺这么好啊！母后，如果您要是喜欢的话，以后儿臣天天给您做。好，好。喂，干什么啊？你脸色这么臭。我问你，你刚刚干嘛对太后那么亲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母子之间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一派胡言！我说你是不是没长脑子啊？你见过哪个帝王家的人有亲情啊？我警告你，你以后离太后远一点，不然万一出了什么事情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喂，话说一半很讨厌啊！母后怎么你了？他是抢你东西还是吃你肉了？你这么说他？啊？那你告诉我嘛，你说清楚啊！哎，大王，这是按照您吩咐的做的汤，赶紧趁热喝了吧。没胃口，不喝。大王，您是不是心情不好？要不要照着老规矩玩两把？好啊。
哎呀，大王，您就说吧，要让奴才做什么？算了，这次放过你，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就好了。谢谢大王。来，我问你啊，寡人跟太后是什么关系啊？啊，这问题奴才不敢回答。你不用紧张，寡人就是看看你对寡人的熟悉程度。你把你知道的告诉寡人，寡人是不会治你的犯上之罪。但是你要敢有一句假话，当心你的脑袋。是，说。想当年，大王和太后娘娘的关系还是很融洽的，直到先王驾崩之后，太后娘娘为了保住您的王位，纡尊降贵，才和摄政王合作。可是那摄政王狼子野心，不仅觊觎您的王位，他甚至还对太后娘娘还有非分之想。这些年，太后娘娘为了保全您和自身的安危，一直小心翼翼，十分谨慎。这不，前些年摄政王薨逝，您亲政以后，她才算过上了安宁的日子。原来如此。啊？哎，不是你跑什么？大王，哎，大王，你等等！站住！不是你站住！你是不是觉得太后对你太好了，然后你对她之前的态度觉得特别羞愧，特别对不起她？你闭嘴！恼羞成怒了，我就说嘛，你一个大男人，心眼那么一点点小。听我的，母子之间呢是没有隔夜仇的，只要你肯低头认错，太后一定会原谅你的。你懂什么？我警告你，你以后离太后远一点，不然万一出了什么事情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如今儿臣已经成年，希望母后可以将权力归还于儿臣。会吧，停电了。哎，今晚停电了。今晚你怎么了？哎，我冷，不是我冷。这么烫？来。你真好，知道我冷，还用身体给我取暖。这发烧怎么才能传染呢？哎，明天再搞，这真的不想教。这样。这样。你利用我！哎呀，废物利用了！谁是废物？不是废物！你吵死了！马上就好了，再等一下，乖。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还是这样省事儿。